第一总统就职典礼前一天，今仔日中国商务部向宣布讲，为19开始，中国为欧美、日本也有台湾进口的一种塑胶原料自驾船展开反倾销的立案调查。经济部讲，即届受到调查的自驾船是占台湾外销市场的60%，差不多是47000吨，7900万的美金。嘛讲会协助台湾的业者启动分散市场，加团智慧转型。520总统就职前一天，中国商务部19向宣布，要对原产地欧盟、美国、日本甲台湾进口的强自驾船进行反倾销的调查，一定明年519前结束调查。这届产业损害调查期是为2021年的1月7日，一直到2023年12月31。这个时候呢，那么放出这个东西，有点也是配合，就是说是一种按照邓小平以前说的，就是两手并进吧，这样子。就是说各种的手段一起并用，那么形成一种压力吧。根据中国商务部官网公告，是受到真侪间企业代表提交反倾销调查申请来进行调查。所讲的强自驾船，佫叫做自氧阿甲基强自物，也是自氧化镓硒强自物，有机械强度悬耐操这的力学综合性能，会当部分替代铜、锌、镓、盐这金属材料，会当用伫汽车配件、工业机械运用。对这样代志，经济部嘛对外发声明回应，即届互人调查的自驾船，台湾出口去中国市场差不多4.7万吨，0.79个美金，占台湾总出口市场的60%。经济部会协助业者启动分散市场拓销，加团智慧转型，也会进入供应做半导体的材料。找其他的应用市场，然后找其他的应用的一个产品去分散掉这个风险嘛，哈。不过这个对产业来讲的话，短期内要去做这种转向都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工作。万一调查属实，那我方现在如果说这个指控是不实的，我们怎么上诉，然后怎么去救济这样的一个产业？若是去互这届反倾销调查业者甲经受影响有偌济，也有待石化工会统计。经济部讲，因为瓦金的出口竞争对手拢面临反倾销税，也是反倾销的调查，所以会持续关心后续的发展，也伫今年下半年启动新兴市场拓销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